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和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顶礼拜，法国总统马克龙讲到法国太空的新战略，讲太空已经成做全世界竞争的新战场啊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咱同齐来看到，这就是竞争的竞，读国英经第7条，竞就是小战的意思，咱讲竞争。另外，骑马比赛，古早讲是竞马，也有走烧肉的比赛，讲是竞走，嘛有人读做竞走，也有拍马，古早受到日文影响的关系，有一个词叫做竞马。现代拍马画架，咱讲是竞标。若你现代比赛技术，咱讲是竞技。比赛嘛有人讲是竞赛，选举有人讲是竞选，行人比赛小姐来竞争的能力，咱讲是竞争力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就是竞争，解释做为了家己的利益或者是目的，要来打败别人。第二个词读做竞走，有的字典写做竞走，意思是看什么人走较紧的比赛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为了准备下个月公司的招标比赛，阿明逐工训练家己竞走，也就是要培养竞争力，希望到时阵有好成绩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竞，提供给观众朋友来参考。